大家梗係想擁有超逼真立體嘅8D 絲絨野生眉啦。等我話你知點搞掂，透過設計草圖，提前感受8D 絲絨野生眉魅力，同紋繡師充分傾偈溝通，慢慢調整，整出最啱你嘅完美眉型。快啲行動啦！我哋嘅紋繡師個個高手，將8D 概念融入紋眉，整出嘅野生眉如絲絨般靚，根根分明，細膩到爆。設計草圖時會根據你嘅五官比例、面型同喜好，一針一線精心勾勒，從眉頭自然勇敢到微微利落線條，層次豐富嘅8D 立體效果，一見就中意。眉色選擇都好重要，膚色把嘅配柔和淺色調，襯出氣質；膚色深嘅揀深色但自然嘅眉色，突出面部輪廓，更有立體感。衛生保障方面，我哋全程用一次性針頭，用完即棄，1毫子都唔偷雞，安全衛生冇得彈，放晒100個心享受。